再来看咱温水库的集水区哦，拍算要设太阳能发电的系统已经招标了，也毋过有民代质疑讲南水桥要伫水库的水头种电，台南市政府啥拢毋知影，敢会污染到水质，影响到民众用水安全呢？议员是要求市长黄伟德应该要带头反对。黄伟德是表示讲，伊会要求业者都要提出预防的机制。大片的水药顶面出现真密集的光电棒，对公众看更是壮观。未来这种画面都要出现伫全台上大的闸门水库水面上。不过，建伫大片的铺立式的光电棒，敢会影响用水的安全，民众嘛有疑虑。毕竟那个光电板里面它是那个镉啊，有重金属的成分啊。如果说它破裂的话，或者是一些天灾地变的话，我觉得是有机会散发到我们土地或者是我们水源里面，会不会影响到民生的用水我觉得相关单位要去严格的把关，这样子啊，建议还是不要去盖比较好了。南水桥2020年伫闸门水库上游集水区的嘉义大埔乡，围设24.6公顷的光电专区，近期是已经完成招标，但是民代是提出质疑，敢若是就由嘉义大埔地区的民众都无赞成，现在连台南市民拢毋知影，若是发生意外，造成有害的物质污染水质，用水安全引发质疑。今天如果没有事情还好，万一如果发生自然的火灾，那火灾之后会发生就是什么事情？是很多的有毒物质会直接流入到我们的水库里面。目前我们同意他在那边设置公共造产，那后续所有的一个设置的时候，他必须依照我们的曾文水库蓄水范围内及其申请使用许可事项来做一个申请。这个部分他们是还没在做一个申请。那我们同意的部分是同意他在我们的土地范围里面去设置公共造产。为此，台南市政府是强调，会赶紧向中央来了解，嘛要求相关单位提出有效的预防机制。上重要的是，袂使影响水库的水质。而南水桥是表示，现阶段因为厂商举办说明会，民众有问题有意见会当提出来讨论。伊工程的部分是招商完成，但是还未施工，相关的设置计划仍伫审查当中。记者郑俊宏报道。